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es 啊。今日嚟到將軍澳站旁邊嘅 Parkside，同大家睇個一房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咧有少少裝修嘅喎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可以揾翻我，即刻睇下。入到嚟門口咧，飯廳位置咧做咗租櫃嘅。向前行咧就係客廳嘅位置。喺露台嗰邊咧就會見到港鐵站，下邊咧係起緊公園嘅。而左手邊咧公園已經起好啦，出邊仲可以望到少少海景添。單位廚房咧都唔細嘅喎，好簡潔。再望埋洗手間，係一個浴缸嘅設計，有窗嘅。最後就係房間，房間已經做好咗家私㗎啦，儲物空間都好多嘅喎，有埋一個衣櫃位。廳房同向。好啦，呢一個 Parkside 嘅一房單位同大家睇完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揾翻我 James 啦，拜拜。